朋友来这儿都少不了给他安排手把肉。手把肉呀，还是现嘎的好吃。我们这里杀羊跟大家在家杀鸡一样简单，不过我们用的是传统掏心法，先嘎个口，再掏个洞，再把大动脉捏碎，就结束了。是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抓着，你来吧。我不会呀。专业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人吧，咱们就负责吃。这里面的草咱们一般都不吃的，扔点石头烤肉垫垫肚子吧。你去外面看看有没有切好的羊肉，再整点蔬菜。都烤肉好了。应该好了吧？应该好了，煮了吧。加点盐，加点咸盐，肉也加点奶子吧。茶也好了。咋没青菜呢？早就准备好了。这手把肉蘸上我们的灵魂蘸料韭菜花，绝了！好久没吃羊杂了。羊杂下锅，焯热水，放点姜片。大冷天的，就是应该吃点热乎乎的羊杂汤。长，给它切一下。都切了。肥肠切大点，这个我爱吃。好。葱姜炒一下火锅底料，倒入羊杂，翻炒一下，加点水，来点大料盐，加点老抽，加点生抽，差不多了。倒入青红辣椒，放点香菜。我的袖子，哎呀，先吃吧，感觉差点意思。咱们不是还有个羊腿吗？烤个串吃吧。行呀。咱们快把衣服给洗了吧。草原干活煮饭啥活都要干，容易把衣服闹脏。你看刚才吃饭把油都滴衣服上了。幸好咱们用的是蓝月亮至尊洗衣精华，它的活性物浓度高达47%。像这种吃饭笨上的油点子，直接涂上至尊，放5分钟。再在洗衣机里加入1泵洗衣精华，正常清洗就可以搞定啦。哇，真的干干净净，还有淡淡的兰花香，真不错。这腿够了吧？可够了。再来点肥的，有时候有个肥菜好吃。剩下的羊腿怎么办呀？羊腿也烤了吧，我给它修修。太厚了，给它片一下。好香呀！好啦，来烤羊腿吧。好烤！哇，这大串烤起来就是得片啊！太香了。撒点盐，来点辣椒。蓝内蒙一只羊够你吃吗？给你准备一只羊，怎么吃你说了算。